歡迎收睇《樂遊鬼跡》，今次嚟到馬來西亞嘅檳城。檳城嘅城市定位就係吉隆坡以外嘅新行政首都同現代化城市。今日將會暢遊一日，去片之前麻煩大家幫我哋分享留言。Make sure you subscribe，就讚 ，subscribe、like、comment，everything，my guy。檳城亦稱為太子城，係90年代初馬來西亞重新開發出嚟嘅智慧花園城市。湖泊同公園大約佔地70%。90年代尾多個政府功能亦已遷地到檳城。我遊覽檳城嘅時候係2025年11月尾，正好亦都係泰國總理阿努廷到訪嘅日子，所以布達拉廣場懸掛住泰國國旗。成個檳城最吸睛嘅景點，相信就係新港呢個粉紅色小真子建材由印度同埋沙地阿拉伯運過嚟，唔少旅客都將佢列為呢個 must go 嘅景點。不過我係絕對唔會入去嘅，因為入咗去就等於認同咗你哋嘅教規，endorse咗你哋嘅教義。而我本身係實踐普世價值嘅伊斯蘭教嘅教規裏邊，反對 LGBT， 限制女性嘅工作自由、衣着自由同埋一般人嘅飲食自由。就算你點樣導人向善都好，你都係以宗教名義去侵犯文明社會嘅自由同埋人權，所以我必須係站喺一個同你哋對立嘅位置。先講下建築學上嘅美學。粉紅色清真寺位於人工湖畔隔離，融合咗馬來、阿拉伯同埋波斯，即係而家伊朗各種建築風格。當時耗價大約2.5億馬來幣，可以容納15000人同時內進。陽光底下佢就好似一朵玫瑰一樣。如果大家有意內進嘅話，就建議先考慮一下自己嘅價值觀同呢個宗教有冇衝突。不過而家睇下靚相先。回想起幾年前，同樣係伊斯蘭教嘅國家伊朗，唔少年青人，尤其是係女性，以死相搏反對強制戴頭巾呢個規條，同埋背後嘅政治、宗教、道德規範。不過喺文明社會裏邊，佢係有一群旅客為咗滿足自己嘅好奇心，甘於佩戴長袍同埋頭巾 endorse 伊斯蘭教嘅教條去進入清真寺參觀，真係相映成趣。頭巾革命於2022年發生，伊朗全國多地民眾發起示威，向神權政府同埋有關道德規範作出全面反抗。最具象徵性嘅行動就係多名女性喺公開場合燒毀頭巾，高喊女性生命自由。最終伊朗政府以武力鎮壓，導致超過500人喪生，而有關宗教條例變得更加嚴苛。同樣嘅規條，有人以死相搏去反對，亦都有人為咗滿足自己嘅好奇心而甘於去 endorse 佢。既然檳城係一個湖泊城市，所以今日決定搭遊覽船參觀。遊覽船分幾種，包括眼前呢隻以紐約的士造型設計嘅，亦都有一啲傳統船。不過呢兩款都係要包船參觀先可以出航，所以我一個人嚟旅遊就唯有搭呢隻豪華啲有冷氣嘅船啦。我喺檳城唯一一個活動就係遊船河啦，非常之好彩，因為咧睇個天氣報告本來咧係傾盆大雨嘅，但係咧今日竟然出陽光。遊覽船出航地點上方嘅橋梁名為布達拉橋，全長435米，港門同柱身都充滿住伊斯蘭教色彩。然後我哋會經過里斯宏願大橋，全長240米，設計靈感來自帆船同埋豎琴，鋼索以線形嘅狀態展開，充滿住未來嘅感覺，亦係檳城嘅另外一個 icon。最後嚟到里斯輝煌大橋，全長240米，連接國際會議中心，行歐陸風格。回程時靠右手邊亦都會經過歐陸 Tower 瞭望塔。以橋做主題嘅遊覽船活動順利結束。橋除咗係海陸空嘅視覺焦點之外，亦都係代表住連結。橋梁喺智慧花園城市檳城，正正就代表住團結同埋進步。檳城亦都有另外一個不容錯過嘅景點，就係背後一個首相處。綠色嘅圓筒代表穩定，廣場代表開闊，隔籬嘅湖水咧就代表財氣。喺風水學上係相當之有意思啊！呢座首相處由動工至到完工只係花咗2年時間，亦象徵住檳城由農業社會轉向高科技行政中心。嚟到檳城一個較為冷門嘅景點布達拉亞階梯，呢個地方可以影到對稱而且具層次感嘅相片。對於我呢個攝影愛好者嚟講咧，係一個must go嘅地方。
奧特拉亞階梯喺2021年正式開放，為咗紀念布城成立25週年而開放嘅新景點。階梯可以俾旅客以不同高度同埋角度俯瞰布城。中意攝影嘅朋友記得帶定長鏡。經過咗250級階梯之後，就會嚟到花卉公園。花園以粉紅色同埋對稱做主題，同時亦都緊扣住智慧城市概念。公園中間嘅銀塔名為 Millennium Monument， 代表馬來西亞千禧年嘅願景。布城一日遊正式結束。喺建築學上，無論係清真寺、首相處、遊船河經過嘅咁多條大橋同埋沿岸嘅咁多種建築物咧，的確係無與倫比嘅。不過呢個地方咧，宗教味道似乎咧就比較濃厚，但係又見唔到有任何宗教上嘅衝突。所以如果中意建築同埋影相嘅朋友咧，都建議大家嚟布城玩翻一日嘅。下次再同大家分享其他旅遊資訊。